受雨面影响，北台湾出现局部大雨。气象署继续针对基隆以南到苗栗发布大雨特报，也提醒有短时间内大水雨发生的机会。另外，伫咧今仔日下晡开始，强烈大陆冷气团开始落南，全台会明显感受到降温的状况。另外，今仔日的大雨也和桃园北侧甲旧山区有部分淹水的状况。另外，阁有关雾山区的大陆林道也有土石放落来。透早天顶落大雨，居民提粪斗来吸水。桃园市位于透早就出现继续性的大雨，几个地区出现淹水灾害。3点开始下雨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已经起来了。是。对，因为我们不敢睡，就听到在下雨，其实这边就很容易淹水。看一下它听到那边，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几公分。路边风雨真大，就连广告布条也拢伫要挡袂牢。居民赶紧伫厝内架起架帮防淹水，也毋过厝埕内的家具家电也是全浸水，互居民化食袂消。受到风面影响，气象署15中昼针对北北基桃、新竹苗栗抑个宜兰等8个县市发布大雷雨特报，会当讲规个北台湾拢咧落雨。惊人影响也有大批碎石仔为山坡连落来，砍到规个点仔甲路面，造成车辆无法度通行。关雾山区的大陆林道东线5.2公里的所在路石崩落，目前由地勤职工暂时管制出入。另关雾站已通知施工厂商，待天候稳定后，即刻进场进行抢修。另外，在新庄区秀山路也出现大雨冲洗，造成路桥倒起的状况。经过2点多钟的作业才恢复通行。也个台北市马卡南车因为山区落雷影响，早起暂停营运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雨势会继续到礼拜2的日时啊，尤其是东北部地区要继续注意。接落来，毋但大雨也会降温，15后半就开始，新一波的冷空气落南，甚至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。那预计的话，最低温出现的时间预计在周一晚上到周二的清晨这段时间，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就会降到9到11度左右，其他地区在13到15度。为礼拜2暗到透早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甲后礼拜1、拜2北部地区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，那水汽温度配合气象署分析有机会落雪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